想唔想順利幫父母同埋長輩朋友拎到每個月4000幾嘅長者生活津貼？有用資訊一定要俾朋友、父母知道。只要做好規劃，符合資產審查，每人至少拎多100萬。2025年最新嘅長者生活津貼，政府係派緊每人每月4250蚊，而呢一筆錢拎足20年已經100萬。先講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條件：第一，年滿65歲以上，已成為香港居民滿7年，過去1年要長住喺香港。第二，資產與入息審查，單身長者資產唔可以超過港幣40.600,000，而每月入息唔可多過港幣10,770，而結咗婚夫妻資產就唔可以超過61.600,000，每月入息唔可以多過16,440。點樣可以將資產管控好呢？政府官方網站寫到明，自住物業、自用車位、自用骨灰安都可以豁免，唔會計算喺資產範圍之內。而保險年金計劃嘅現金價值同樣都可以豁免。點樣將入息控制好？政府官方網站寫明，家人同親友俾嘅現金援助係可豁免計算。安老按揭計劃或者保險逆按揭計劃都同樣獲豁免。但係有人會問，資產已經過咗申請限額，仲有冇方法可以符合申請呢？我簡單總結以下2種有效資產規劃方式。只要將超出資產範圍嘅錢放入年金計劃。第二，買人壽保險，然後做返逆按揭。只要將資產入息管控喺指定範圍內，就可以順利申請到長者生活津貼。你就可以一邊賺住年金及保險分紅，同時又拎埋長者生活津貼。想知道做幾多年金同邊類型人壽保險計劃，只可以管控到資產同入息唔超標，順利申請到長者生活津貼，留言或者私信我傾下。